第4隊兒童組參賽隊係9歲嘅林君龍同埋11歲嘅林可晴。林君龍小朋友由幼稚園開始就已經中意睇 TVB 嘅粵語長片，仲成日無間檔戲服添。而林可晴小朋友更加係由5歲開始就已經學粵劇啦。佢哋今次演出嘅折子戲就係《怒劈華山》。
其實咧真係做得好好啊！我都拍爛手掌，因為咧阿沉香咧雖然細細年紀啦，咁又要唱啦，又要加埋武打啦，又要有感情啦，我覺得係好難嘅事。我相信咧佢係用咗好多功夫嘅，我覺得係好值得去俾啲掌聲佢嘅。咁當然啦，阿聖母咧亦都好有感情去配合佢哋嘅演出。你哋做得好好。